上帝是阮的快乐，咱着大声学乐伊，唱出欢喜的声，学乐雅各的上帝。咱大家做伙来吟诗，新信诗38首，旧信诗72首。会众请起立。咱做伙用上帝十条诫来告白咱的信仰，且掀开圣诗头前面，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来，第一诫。我以话你唔通来上帝。第二诫。唔通为着家己了客互相，无天顶地上甲地地，天来所为你，拢唔通做你的相。唔通背叛你，也唔通服侍你，因为我你的上帝，万无稳定的上帝必归我，我不知越罪，必被到命到死代，听我使我改你，我是稳定到前来。第三诫。咱善尽了我你的上帝。因为咱善尽你了我的靠谱有罪无罪。第四诫。有你的安对你，修之罪行，让你来明白的我，这你一切工都给之你，就是要我你的上帝来修安定。这里你来力量，怎么样？我努力精心。因为我你就用咱的错拿，一切人拢唔通做，因为到底来要我从正义被害，咱用咱万里被治理着，所以要我所好爱着你，正义最水。第五诫。要好你了的了路，好你自己要我你所修。第六诫。
第7届、第8屆、第9屆、第10屆。一切所有的会众请坐。咱做伙来交读课文第2篇，且掀开信息的后壁面，也是看头前的通影片。我来刻，请会众来用。无通歹人的吉无，无做亵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雨嘛袂打去，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消。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的看顾。咱做阿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大恩典，互阮有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你用基督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来洗清、赦免阮一切的罪。愿世间众人拢准你的名做神，愿地上的众百姓拢来学乐你，愿所有的有血气的拢来敬拜你。恳求全能的主，亲自来复兴正教会、正信徒，互阮拢有听你、听教会的心，万众阮拢有火力的心志，专意来服侍你。求主时刻甲阮同在，守厝平安喜乐，互阮守厝阮有教业的恩典，互阮伫生活、工作、学业拢有满有恩典，无欠缺，无互阮拄着试探，无互阮拄着恶敌担当的事，因为你是至圣、至大、至尊的上帝。拜上帝，阮将阮的工作、家庭、学业、生活当中所面对困难，完全交托予你。阮轻信，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一定会看顾阮大家。愿一切荣光、尊贵、权柄，拢归乎你，直到永永远远。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此时请圣歌队来学乐。
感谢信歌队诗班为咱带来美好的歌声，讲述上帝话。咱做伙讲读上帝话。今仔日要看圣经是《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若有带圣经的兄弟姊妹，请掀开112面，也是看头前的图影片。咱做伙来读，因为无有好手太过果子，也无有歹手结好果子，因为杂善手以家己的果子来办理，世界来无人办有花果，草子来无人摘果，好人对伊的心所接受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接受的歹来发出歹，因为伊心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人。今仔日牧师要对咱讲的道的信息是生命的根基。下面时间交予牧师。我所敬听曾牧师、林牧师，以及咱后埔教会所有长职、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这个上帝印刷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咱后埔教会。过去我伫台北中会服侍，我伫今年8月正式来退休。但是常常为咱遮经过，我伫双园教会咧牧会时，我有一个会友，住伫国庆路遮吼，就是咱志成长老的三姑啦吼。常常来伊遮探访，会为咱遮经过，知影讲后埔教会伫即个所在。其实曾牧师甲林牧师甲我是熟识真久的同工啦吼，嘛是真好的朋友。有当时咱拢知影做牧师真无用吼。你若无特别的代志，拢无爱去共搅扰啦吼。所以只有敢若路过，毋过今仔日得到台湾新南医的车牌吼。互我会当来到咱后埔教会，入来伫教会，互我真着惊，甲欢喜吼，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吼，真侪教会拢安尼人数拢减少吼。毋过我看见咱后埔教会不但无减少，反正真兴旺啦吼。特别是圣歌队，今仔日所吟的诗歌，互咱真感动啊吼。嘛互咱搁一摆来引起咱的心内对上帝的敬畏吼。今仔日我代表台湾新南医来甲咱请安，嘛甲咱说下。咱知影11月是台湾新南医奉献主日。过去得到咱后埔教会对学校的关心、代祷甲奉献吼。我相信这是咱对上帝听的一个回应吼。新南医就是教会真要紧的一个摇篮啦吼，嘛是咱的后盾吼。教会是诚做学校的后盾。你看今仔日挂这个翠暗写什么？过来150是不是？150就是表示150年前马街牧师来到咱台湾吼，来宣扬福音，开拓教会，更要紧就是有设立当时叫做逍遥学院啦吼，来造就真侪遮的传教者，来训练上帝的工人吼。所以台湾新南医今年嘛是150周年的这个纪念啦吼。学校有咧转变，因为咱知影即摆新南医拢有立案啦吼，所以有分做新南研究院，甲原来即个大学硕士班啦吼。目前咱学校拢总有专任的老师15名，其实是无济啦吼。总是学生
有250个，所以包括立案了后，这个新校研究院学生有130个安尼吼。学校存在目的是啥物？是要训练传教者，训练上帝的工人。我想这咱无变吼。当然，上帝工人毋是干那讲做牧师那定，对了，新校研究所嘛有真侪，即马有这音乐的研究，教育音乐研究所，吼然后有这心理方面、灵性、智商等等吼。佫要紧就是要提升咱的新校的教育，所以咱嘛有新校博士班、硕士班，佫较有互这个传教者在职训练的教牧的博士班啦吼。台湾新人是伫岭头，毋知咱拢捌去过无？毋捌去过举手，毋捌去过，好，安尼请牧师带伊有机会吼去山顶。其实要去山顶真简单，台北车头坐260吼。甲岭头落车就到啊，免牧师带啦，咱家己行就会晓吼。是说带一个便当吼，去野餐一下安尼。150年来，咱知影过去当然有变迁啦吼。最后是孙阿国牧师对台泥大楼这个所在买岭头迄个地了，就学校刷去顶悬。因为迄个所在有过去有禁建啦吼，毋过最近有开放，所以这是上帝恩典啦吼，想都想袂到。所以学校有开始有准备要个有建设，希望这旧的学寮会当好好甲伊整修，像最近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吼，拢有更新过吼。所以真需要咱兄弟姊妹安尼去甲关心吼。所以这建设就需要经费。今年度这各项的经常费拢总将近要7000万啦，吼，6972万。当然，这也包括人事费、设备等等，吼，奖学金、这整修以及将来咱要有备在伫建筑方面特别是土地面积啦，吼，会当个起厝，这是一个问题啦，吼。好，我就简单安尼做一个报告吼，学校的近况，也望兄弟姊妹，咱照着咱的感动吼，咱伫咱的周部拢有一个奉献地，吼，请咱莫空搁较早转去，好无？内底缀啥物件？对，尽力所有啦吼，尽力所有，莫早转去，吼，甲落伫奉献地，毋是今仔日奉献尔啦吼，以后咱也希望会当继续为了学校。做这个需要，来奉献。上要紧是大道，更要紧是啥物？毋是干那爱你的钱，嘛爱你的人。所以兄弟姊妹，特别咱这青年人，上帝来呼召你，望你献身，成做上帝称，好唔好？好，咱做下头来祈祷感谢主，互阮会当三甲组织。伫你的名所设立后部教会，伫遮来敬拜上帝。今仔日也是台湾新人医奉献主日，阮照着过去阮对学校的关心，阮无自赞，反正要搁较多的关心伫你的面前。虽然疫情影响着阮对上帝的即个敬拜即款的烧脑也是奉献即款的减少，总是阮知影。主，你无离弃杀阮，你愿顾惜阮台湾，互阮会当成做上帝你的调节，阮要继续伫这个土地来为主定军，也为主来发光发热，求主赐福伫学校因所欠命，以及祝福所有的师生对校长以及这个教职员。所有学生拢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特别伫今仔日，阮所有兄弟姊妹，阮要一摆对上帝你的话来得到好的教示，愿你的信心甲阮同聚会，互讲的甲听的平平拢得到利益。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我要通过
落到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咱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根基啦吼。因为这段圣经咧讲到树甲果子迄个关系，所以这就牵涉到伊的根基的问题。台湾过去荷兰人发现台湾这个岛屿的时，伊安讲，Formosa， 是不是 ？Formosa 什么意思？美丽之岛，对，美丽的岛啦。这个美丽毋是干那土地、风景水，佫较要紧是啥物？伊物产丰富，是不是呢？咱踮台湾，你感觉好毋好？好伫倒位？要食啥物有啥物，对不对？特别咯，除了五谷以外，咱的水果、果子啦。你若捌出国过，你毋知影台湾好伫倒位？譬如讲，你去新加坡，新加坡讲咧种果子，拢无啦，拢进口的，对不对？干那一罐水嘛，拢爱买呢。台湾四季拢真丰富所以即摆无需要带咱来去游览，好毋好？好来坐好咱来去台南，好无？带咱来去食果子，安尼好无？好来，咱遮有台南人无？好来，举一个手咧来。咱拢共故乡的因为我也捌到台南过啦就是较早甲曾某师因爸爸共一个教会啦，太平间教会，伊是我的先拜我伫太平间7冬伫遐牧会所以对台南也真熟。咱先来去玉井好毋好？来，食山啊山好食无？拢啥物时阵出产的？热天对啊我以前伫台南的时，玉井教会一个杨英敦牧师啦迄甲曾牧师拢作熟的。伊伫遐咧牧会时，逐年暑假拢会载一箱土山因为我爱食土山就摕来送我安尼啦。讲陈牧师，这土山你就爱个安尼甲编起来莫食伤济，今日若食爱去加迄个泡泡剂，我着中昼时热对毋对？食饱3粒安尼啦，食饱食3粒啦，毋是食饱3粒啦心凉鼻肚开啊当然，即摆山还佫足侪种啦，佫有啥物？爱文佫啥？啥物红？金红。对，迄一直改良所以玉井的这个山叫做芒果的故乡啦。咱来去到玉井就知影，伊是一个山城好来，过来咱来去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东山宜兰有一个东山，是不是？无共迄叫东龟山。若台南叫东山，东山出产啥物物件？有人讲鸭头，是不是？对啦。咱无人讲鸭头。鸭头真好食呢。迄是迄个因的名产啦讲到鸭头，我想到一个笑话啦有一个牧师受邀请去一个团契演讲。演讲煞时牧师讲请咱鸭头来祈祷安尼。恁来咧笑？听过啊听过，我歹讲我无听过，咱随着咧笑。伊是讲请鸭头来祈祷，牧师准备要祈祷，有一个兄弟就开始唱咧祈祷安尼啦。牧师想奇怪，我也无叫你祈祷你哪会唱咧祈祷？好互你祈祷这祈祷煞牧师就问这个兄弟讲，我拄也无叫你祈祷，你哪会甲我唱咧祈祷？伊讲牧师，我奇怪，你哪知影我的外号叫做鸭头？好来，咱今日就要食鸭头啦咱要来食龙井，对我来讲龙井对吧？迄若较热天迄规路
拢是正年景。咱有当去观光果园，对不对？爱买门票，交钱就当2万对吼，万偌济，啊，就随在你食呢。但是吼，迄个路边也无围篱啊，也无篱笆啦。我迄阵啊，我的囡仔佫诚细汉，我若开车啊，就载因去佚佗。去到说哦，迄林景安尼足大粒圆，啊看个安尼啊，好食款啊，好食款，啊我就甲车停落来。我查囝就咧吵讲，爸爸我要吃龙眼。我讲不行啦，这有人种的啦，这有主人哦，啊就伫咧好啦。两个查囝就伫咧吵要食呢，我讲若爱食，咱来菜市啊买啦，对不对？哦，你若去航班就叫头版，你知道？嘿喏，啊，都骗袂定，你知？啊，都害啊，要安怎？祈祷，主啊，你赦免我。头一摆做，好啊，啊，怎甲办落食，办一拍啦。好食无？头版的规矩啊啦，较甜，互你讲的吼。安尼你拢捌头版过吼？有影好食呢，吼。啊，不过吼。罪恶感真重啦！我到即摆伊嘛感觉吼，上帝你赦免我。我若去讲道，若讲到这，我要认罪一摆安尼吼。第二年佫去啦，无共啊，啊那无共你知道？共款树啊，迄个灵眼树嘛是结实累累啦，但是吼，所有树啊，加一个物件出来，保特瓶，拢挂保特瓶，啊保特瓶内底有。毋知是水，还是什物液体啊？吼！毋过边仔佫挂一个牌讲，即丛年景树有农药。安尼你敢捌无？敢？毋敢吼，对毋对？啊，表示讲吼，足侪人为了过吼，啊，就顺手就甲搬来食啦。啊，所以吼，主人吼防不胜防啦，只好想即个办法啦，甲大家吓惊者。有可能有农药，啊嘛有可能无啦，对毋对？但是我敢再讲，你看这边有写，这个龙眼有农药，你还敢再来吃吗？哦，不敢，所以拜阮就无办啦，吼，超熟悉个吼。好来，这是伫东山哦宁景，好来，佮带咱来去关庙，往来着，咱台湾的农业真厉害，嘿吼。往来嘛，咱变做啥？石桥往来，什么牛奶往来，有无？好，什么咖啡还佫编号啦？有土往来，是不是？哦，为1号毋知编到20几号去啊，即摆毋知可能30几号啊。哦，所以我常常去即个关庙时，我常常去食遐往来，有够好食吼。这是咱台湾的这个农业的进步啦吼。好来，到中秋的时阵出山啥？伫倒位？麻豆哦，文旦啊，油啊爱食什么款的才好食？老长的啦，什么叫做老长？就是愈久愈好的啦。哦，迄若50年以上叫做老长，30年还无算老哦，都爱40、50年以上。哦，迄老长的油啊吼。你若要食吼，啊提早订呢，啊无你买无呢，吼，啊这是文旦。好来，关田，什么人的故乡？阿扁的故乡，嘿嘿。来，出山啥？啊菱角，菱角是果子还是五谷？拢会使讲啦，吼，对不对？菱角，嘿，好食。啊白河有啥？莲子对。过来，关仔岭，出山啥？温泉，关仔岭温泉甲人无共，高高对不对？但是关仔岭出产柑啊！我伫台南牧会时吼，我伫太平间教会，我带阮的会友去关仔岭教会一个长老，叫我牧师，即丛柑仔树的柑仔今仔日拢互恁包啊啦！恁要食偌济做恁饭，啊要炸偌济做恁饭顿，好，大家有食阁有掠。好食，哦，咱台湾，你知影无？即摆柑仔毋是甲咱一般的柑仔
最近还有一种感觉叫做砂糖橘啊，有没有吃过？吼、迄拢无籽的，细细粒啊，佫真甜。听讲是对外国进口入来，吼、咱台湾无，吼、日本啊吼，较好食。好，所以吼、互你知影讲，咱住台湾实在是真幸福啦。迄有当时啊吼，你到半暝12点啊，想要食一个果子，出去买有无？有啊，我以前就是吼，做换转来，啊想要食一个果子，好，迄水果行个光叶光拍拍，我甲头家问讲，啊怎换讲人来买？伊讲有啊，你就来啊。哦，大家拢真拍拼吼。好，所以想到这，互我想到一首歌谣啦，这是萧泰然教授伊做的曲，叫做《毋通嫌台湾》，林良敏先生写的词啦。哦，这条歌咱真熟，因为内面有讲到，这个五果子的甜，五穀的芳，互咱后代食袂空啦。你想要听这条歌无？会晓唱对我来唱，好来。中有一段每一节拢有一个，恁着对我的音来唱就好。比如土地虽然有卡下，尼有卡下安尼好来，咱做来看这个歌词来欣赏咱来作声，请你毋通嫌台湾。咱若听爱作声，请你毋通嫌台湾。土地虽然有卡下，有卡下，有卡下，土地虽然有卡下，有卡下，有卡下，阿爸的汗。阿母的血，落乡土满是家。第二句是听子孙啊，都要爱祖先啊咱若听子孙，请你毋通嫌台湾。咱若听子孙，请你毋通嫌台湾。也有田园，也有山，也有山，也有山，也有田园，也有山，也有山，也有山，果子的甜。五穀的香，互咱后代吃袂空。咱若爱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咱若爱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讨赚无轻松，无轻松，无轻松。虽然讨赚无轻松，无轻松，无轻松。认真打拼，前途有望，咱的幸福袂输啦。这个拍婆不是咧教我学乐啦是永远归于上帝。了解搁第二项，拍婆爱出力，安尼才会促进咱的血液循环。无坐遐久对，是要叮当一下，赞。所以为什么听音乐会爱拍婆迄是对咱有帮助啊，因为坐遐久对不对？上好徛起来者，搁拍一个婆安尼会健康好，
咱介绍这个果子了，咱来想看卖。咱对圣经内面所讲的，讲对果子捌迄丛树啦，咱的国校、国小的这个乡土教育，毋是讲伫教室咧上课呀，毋是看课本啦，一定爱带这学生出去到外口，到实际所在去田庄、去农地、去果子园。譬如讲西瓜就好，西瓜有树啊无？无西瓜生伫倒？沙坡啦，对毋对？安咯，往来咧，嘛是共款，伊也无树啊，毋过咧，葡萄有无？有。爱搭饼啊对，所以伫以色列上出产两种物件，第一项是啥？无花果，搁来葡萄，我毋知嘉信牧师有印象无？伫太平间有一丛无花果，我迄阵住的牧师馆出来就是一丛无花果，逐年拢生无花果，有够好食的啦，毋免去以色列啦，敢若我会当食赢啦，因为我就住伫遐。我本来会分享食啦，我无遐尼红度啦会甲人分享啦无济啦，毋过甜蜜蜜，有够好食。恁若去以色列去食迄足贵啊，搁砍素的，对毋对？砍素也无一定够你是上青、上新鲜的，赞有机会咱再来太平间食，毋知迄阵还佫有得咧无？太久啊好，所以看见果子树结出果子，这是因为你知迄个果子毋是自然有的呢。一丛果子要会当成熟，有真侪因素，爱有人栽种，对毋对？爱过来爱施肥，爱压水，爱除草，嘛袂使拢一直晒日，莫爱雨水。所以你也知影风台来时，这果子农、这果农啦都烦恼啊呢。你比如讲热天风台上济种油啊，到海也袂修理，即下来扫了，损失惨重。所以拢看天咧食饭啦，真正是真辛苦啦。所以伊需要有经过这个栽培啦，伊都要紧吸收养分，有充足的水分，有日头，再当结出好食的果子啦。就是拄则咱读的圣经，路加福音6章43节到45节，耶稣安尼讲，伊讲，咱爱照着果子好歹来认捌树的好歹。伊讲，因为无好树结啥物？歹果子，嘛无歹树会结好果子啦，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啦，对不对？所以要说用树来代表人，用果子来代表一个人的表现甲伊的行为。所以耶稣继续安尼讲，好人对伊所积聚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积聚的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好，伫遮嘛咧讲到嘴甲心的对比，就亲像树甲果子，树就是根基，就亲像咱人的心是咱的生命的中心啦。咱的心伫倒位？这个所在讲的心，毋是讲心脏哦，是咧讲着咱的啥 mind 心思啊，毋是干咧讲心脏呀，是咧讲着咱的心思。咱的思想、咱的行为表达的来源啊，所以心是人的一个敢若hand道路啦，双向盘。古早人讲，歹人歹心肝，就咧讲到这啦，歹心肝也是恶心肝。所以咧形容一人真歹，讲咱用俗语就讲心歹无人知，嘴歹咧
通人知啦，有无？有个人吼咧讲话吼，伊若无讲迄个三字经吼，袂晓讲呢。嘿，足奇怪，伊一定爱讲遐话，伊才讲会出来。哦，谁来定定来讲一寡安尼较无，因为伊心里就是安尼想嘛，哦，所以人的心看袂见袂要紧，毋过独独嘴歹，众人拢知啦。所以嘴甲心是无法度分开的。莫怪真言4章23节安尼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呐。好啊，本是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可见心甲行为、心甲嘴是有关联的。咱知影每一个国家也是民族，见面的时拍招呼，迄个风俗拢无啥共。譬如咱基督徒，恁早起来教会拢爱讲啥？安哦，有平安无？真正吗？嘴讲平安，其实咧，搁咧烦恼。明仔载要注册明仔载要纳什么钱阮兜什么人咧艰苦？不准啦，会袂？讲真正平安，所以有当时变成口头禅呢，会无？毋过迄嘛至少是一个清安啦。所以基督徒用平安来表示咱对伊的关心。咱台湾人看到透早起来会讲啥？老早是不是？若是讲食饱未？是不是安尼讲？食饱未？因为过去的人要食会饱，无简单啦。所以你若饱到食饱，就表示讲安尼你过得袂歹，还可以所以你知影这个战争的关系，咱即摆中国一直咧威胁咱台湾，咱若看到乌克兰甲迄个俄罗斯就好迄个两个国家伫遐咧小战，迄战争拢无好代志。台湾有可能战争无？居安思危咧，毋是无可能咧。迄个习大大即摆咧要做皇帝，20人大了，伊就讲伊拢集所有大权在一身伊讲无放弃武力统治台湾，安尼要表示啥？我随时要来甲恁讲答，无逐工有飞机伫遐咧飞，来甲咱搅扰。所以咱毋好想讲无代志啦，若真正战争落去，哇，咱的生活就无好过一定会大大受影响。对历史来看就知影，所以表示讲，咱人若过了有通食，安尼过了平安，这就是什么？是上幸福的。过去郭永明牧师伊伫我嘛读过南神甲嘉信牧师共款。我嘛带神秘嘛读南神过，读博士班，所以阮两边下拢是好友。郭永明牧师一摆咧上课时捌讲讲，咱台湾人拢讲你安尼人好势无？好势就表示什么？有平安啦。所以像韩国人因咧清安是讲什么？加一句话，甲日本人无共日本人加较有礼貌。日本人透早爱讲啥？おはよう，对不对？较有礼貌咧。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到日时爱讲啥？こんにちは。到暗时咧，こんばんは。有够够礼啦。要困咧，おやすみなさい。有够够礼。韩国人无共啦，因敢若讲一句因讲啥？安尼好势你好吗？安尼好势无论透早甲暗时拢共款。我有一摆甲一个韩国牧师伊晓中文我讲我讲恁即句安尼好势是学阮台语的。伊讲怎么有可能？我分析互你听，因为这是对郭永明牧师，我安尼甲伊分析起来。
哟，恁即句哩，阮台语叫做安尼，你好势无？啊，我毋是学咱的，安尼你好势无？对哦，安尼好势哦。啊，咱台湾人讲你好势好势无？就是你有平安无嘛？安尼毋是学咱的，对吧？吼，后摆你也对韩国人讲，你即个学阮的，吼。好，不过吼，这是这个国家咱亚洲这个国家的清安啦。毋过伫新疆啦，吼，新疆你听有无？啊好，新疆属于中国，是哦。啊，西藏就毋是啦，吼。后来伫新疆有一个部落，伊有一个风俗，就像人见面的时啦，因无请安哦，无讲话哦。啊，虽然即摆挂喙安嘛吼，我即摆把喙安先摕起来，伊是爱甲迄个喙齿吐出来，哎，无讲话哦。啊，比如我拄着牧师娘，啊，袂对恁牧师娘，你妈啦，哎。即摆伊就袂使甲喙安摕落来吼，啊无吼，恁若伫去啊新疆拢一定爱安啦，看到人爱喙齿啊吐，为啥安尼做？有原因啦。这个风俗就是因为伫古早有一个王，做歹王，一个独裁者，伊做王了吼，拢剥削啊，歹款待这人民吼，大家拢足惬意的。所以想要甲伊杀死，后来真正革命，甲这个王啦杀死了后，先甲伊心肝挖起来，啥物色的？乌色的，为了有够歹，过来甲喙齿挂起来，啥物色的？嘛乌色的。后来人要知影讲你是好人歹人，心肝看袂着啊，喙齿咧看会着啊。啊，无咱去互中医看时有无？中医讲叫来喙齿吐出来看觅咧。对喙齿咱看出你的身体健康啊无？你毋通想喙齿无重要。后来，敢真正好人歹人安尼看的吗？毋是安尼啦，吼，当然迄是一个风俗啦，吼。好人甲歹人要安怎分别？就是你耶稣所讲的，好人对心内所积蓄的好，就发出好。歹人对心内所积蓄的歹，就发出歹，因为心内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昨电视2点到4点，有台北市长迄个辩论会，有无？即摆台北市咱拢都有几个候选人？你哪知？毋过昨干那3个啊，3卡拄安尼啦吼。我毋知你看了的感想安怎？我昨伫厝呢，甲牧师娘伫遐咧看，我看了吼，心诚艰苦，因为即3个中间有2个吼，你来看伊的面就好啊。我毋敢讲无几个面啦吼，但是对是就是今仔咱头圣经咧讲，伊心内所积蓄的歹，伊就发出歹来。毋过最后。但是用伊迄个结论，我真感动，我真感动。选举毋是对立啦，毋是要共攻击啦，毋是一直共骂啦，无影代志讲甲咱是真诶呢，安尼毋对。所以爱有迄种宽容的心，爱真正诚实啦。所以咱讲世间讲真正有好人，有啊无？有吗？无，你讲你是好人举手，无人举手。你讲你是歹人举手，嘛无人举手。无你什么人？毋是人，奇怪咧。我问我你是好人，你无举手，你是毋是歹人，你阁无举手，真矛盾啊吼！我甲你讲，圣经安尼讲。咱先莫讲圣经，俗语讲吼，鼻孔压落啊呐，所以咱都毋是好人啊。上帝伫天顶看世间人，讲连一个惊好都无啦。安尼咱是啥物人？
歹人，真正呢。过去汉人拢欺负这原住民，对山骹共赶去山顶去你就是原住民，你们被赶到山上去了。所以原住民都叫汉人叫什么，你知道吗？歹人啊，对呀、张安乐为什么叫白狼？白狼就是排浪啊，他就是排浪啊，他自认他是白浪啊，有影啊。所以哪有真正好人无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是有罪人啦。毋过袂当因为讲好，我毋是好人，我就一直做歹，嘛袂当我就是歹人，我就一直自甘堕落，毋是安尼。吼，歹人的堕落是啥物？你好好啊看，你看即边的选举现在讲了真侪所在，互咱真失望。遐黑道的啦，伊嘛讲伊是伊向乖是叫做什么狱冤狱嘿，讲伊敢若什么人呢？安尼因就是剥削、欺压、暴露，什么代志都敢做，有钱就行会通，因为心充满污秽拉散。但是真正好人，伊心是清气，无拉散，无行歹事，心诚实，气绝罪恶，无做亏心事啦，无行不义，探真理，言语品行是正直，无偏差。我知影要做到这点无容易，但是咱一定爱安尼来努力。所以要怎样才会当好树结好果子？在伊的根基啦，同款，人的生命的根基伫倒位？咱的生命的根基在伫耶稣基督。咱做伙讲，咱的生命的根基是在伫耶稣基督。我要互咱看一位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50节，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我也点伫伊个，就结果子多多。主就是树，咱就是枝，树甲枝是有关联的。树必须要有枝啦，若无即种树要创，伊就袂当结果子啊。但是枝是对葡萄树所生出来，伊只有一个功用，就是要结果子。枝必须要结连伫树，所以迄个枝甲树的性质要共款，要有伊的生命，有伊的工作。伊甲树是袂当分开的，就亲像基督徒甲耶稣本身是树甲枝袂当分开，所以耶稣讲：恁若离开我，就袂当做生命啦。咱还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咱做一基督徒，咱要常常甲主结连。保罗定讲，伫基督内面，英文讲 in Christ， 点伫基督内面。迄个 in Christ 的意思是啥？毋是干那讲我秘伫耶稣内底，迄个 in 嘛包括爱倚靠。我就是倚靠主，我所有一切拢对耶稣基督来，咱毋免看路己，毋免看路讲我要食什么，要穿什么。我只要顺服、接受、完全倚靠，我就袂欠亏啦。所以基督徒爱常常点伫基督内面，甲主交通往来，信靠伊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 in Christ， 因点伫基督是指全心全意信靠伊，所以咱常常点伫基督内面，就会结多果子。只有有生命才会结果子，佫会当结出丰盛的果子。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有一个做小鬼仔壳，咱叫做民俗的师傅啦，伊常常咧打造这个面具，互这个戏剧团咧表演的。有一摆，伊的朋友来找伊，入门的时阵，看见这个师傅
面相无啥好看，安尼小安尼凶杀啦吼，迄个眼神。就问伊讲，你最近啥啊？心情无好吗？面色真歹看。伊就咧工作讲，无啊，我哪有？我也无拄着什物代志啊。好，即个朋友就转去啊。过3个月了后，即个朋友过来找伊，伊嘛拄咧打着一批的即个面躯，看着伊的身，讲，这个你有意思哦。看你喙齿目笑，气色真好呢。所以我嘛无啊，我也无拄着什物代志啊，感觉真奇怪。为什么即个朋友伫3个月前甲3个月后，迄个讲的话是倒变啦？伊才想到讲我知影啦。3个月前吼，我拄仔咧打着一批妖魔鬼怪的面躯啦。妖魔鬼怪你捌看过无？毋捌，所以要去想啊，青面獠牙，凶杀。歹面相，所以伊拢心内着想遐个，头壳拢想遮歹个物件，所以莫怪伊个朋友看着伊个面讲，你若安尼面色遮歹看，其实咱家己看袂着咱家己，你知道？除非你照镜，所以无顺定定讲，我就是你个镜啦，是不是？你无顺，真无顺，若要出门，你爱甲看一下，你今仔穿啊好啊无？他们有偌好无？咱就是咱的另一半，就是咱的镜呢。真诶伊替咱看，咱嘛替伊看。所以这个朋友看着伊讲，你面相怎歹？讲原来就是安尼。3个月后是啥啦？伊咧打造一批天使的面具。天使是啥物款呢？古水，天真可爱，慈祥。对不对？笑眯眯，所以朋友看了伊讲，你是恁兜有喜事是无？原来是安尼啦，心中有喜乐，你的面相表现出来都无共款。我记我的妈妈，过去阮细汉时常常咧甲阮教导啦，教示讲，你若咧甲人冤家伫厝内，也是心情无好时，若有朋友也是厝边来咱兜。你爱马上啦，避免啦，变脸啦，你莫生气，人来你搁安尼歹面子互看，人毋知影讲扫着风台尾，到底是安尼？有影诶，这就是爱心情要转换啦，好，所以兄弟姊妹，你诶生命表现怎样？是在伫你诶根基，你是毋是甲主结连？你是毋是踮伫基督内面？你有掠耶稣基督心最深无？请问耶稣的心是啥物？圣经有讲耶稣嘛讲，我是温柔谦顺，温柔谦顺。我的查某孙叫做柔谦啊，蔡柔谦。当时因爸爸妈妈要甲号这个名，号这个名好，耶稣基督的心。温柔、谦顺，你若是这款的心，你就要甲主结连，有主的款式，就要结出丰盛的果子。愿主祝福咱，互咱常常定根伫耶稣基督。三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知影，阮生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离开你，阮就袂当做甚物。互阮会当常常甲主结连，来结实做做。愿主祝福，互阮伫阮的生活中，常常有主的款式，甲主交陪，信靠你，互主你的活命伫阮的生命中来表现出来。愿主看顾阮，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阮逐日的行达，阮的思想，阮拢会当有主你的生命踮伫阮的内面，阮定根，阮的生命根基结连伫耶稣基督，日日活出基督的款式，来庆出基督的香味，
互众人得到利益，得到帮助。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为咱带来美好的信息，回应上帝话，咱大家来吟诗，新信诗617首，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请值周的执事来侍奉奉献。会众请起立，请来吟第4集。希望听到阮阿爸俾上帝，衷心感谢你来到来到你的面前，听咱上帝话，阮满心感谢。阮献上淡薄的金钱，互主所圣诞乐园。阮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圣名。阿门。会众请坐。当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
我就是我就是鸡我这我应15句。好。此时，请大家来先开周报。这是用国语来讲的。今日是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学院有派陈怡之牧师前来分享，感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分享。愿上帝祝福他的家庭和服事，也请为台神培育牧者事工关心带到与奉献。那礼拜后第2堂有华语礼拜，也请副事工留下继续服事。那礼拜后4楼有妇女团契，主理为乐组长老。感谢主的恩典，各团契会长已确定，知识学校长为王文月，青少系为赖俊杰，社兴为李宪伟，妇女团契为赖月娥，康利团契黄瑞祥夫妇，松年团契王月组长，敬拜团团长陈伟嘉，圣歌队队长陈伯良。聘请圣歌队指挥刘红慧老师，上帝祝福我们的手所做的工都成为美好的馨香之祭。预定2023年1月8日就任，11月9日在3楼有新眼光查经班，欢迎参加。11月20日是本会所定的康利团契关怀主日，第1堂礼拜要庆祝婚姻节。将赠送结婚满10周年的康利们一份精美礼物。今年满10的康利有张德基、林美惠康利、李正福、施玉华康利、林荣元、刘桂兴康利、王文玉、王思敏康利、陈柏良、林胜娟康利。若有遗漏，请尽快告知林牧师，以便补登。礼拜中有举办夫妻洗脚礼，以表达康利的关爱之情，欢迎报名。那礼拜后有准备庆祝10到12月份结婚纪念的，结婚庆祝，准备蛋糕庆祝。礼拜后在4楼召开定期小会，请小会员致意参加。那11月27日是1年1度的感恩节，本会举行线上感恩的祭联合感恩礼拜。有过感恩卡、感恩奉献及感恩见证。若有兄姐愿意在礼拜中见证上帝这1年的保守带领，来归荣耀于上帝，请向林牧师报名。在感恩的日子，教会要感谢鼓励教会及各团契施惠者林胜娟、林世瑶、庄雅英、黄以玲、洪一德、邱丽玲，也感谢所有服侍者、长职团契会长、指导老师、插花、清洁、招待、电脑音响、查账委员会、爱餐、赞美团、直播同工等服侍者。当天也要为10到12月份寿星庆生。恭喜本会黄瑞祥长老、秀梅姐之宝贝女儿以琳，定于12月10日礼拜六上午10点，在板桥彭园新版馆花园厅与李金龙先生举办订婚感恩礼拜。12点宴客，请参加兄姐请尽快向郑阿满姐报名。11月13日截止，一定桌数。中会妇女事工定于12月3日，在南门教会举办67届年会暨新旧干部交接就任感恩礼拜，能参加者请向丽娟姐报名。第57届大专圣经学院研究班定于2023年1月30日至2月4日，在新竹圣经学院举办，主题经卷为哥林多前书，费用为3500元，教会有补助。那周报内夹11月11至18日的新眼光经文金句读导，欢迎兄姐使用。那本周寿星由11月6号的黄秀珍，11月7号刘玉如，11月8号的赵怡珍，11月10号王文月，11月10号蔡芳，
陈宗德，有在现场吗？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上帝祝福，日日蒙恩得福。奉献征信啊，请自己看。若出入，请向会计或出纳提出更正。此时，请庄牧师来带我们代祷。安尼，咱即时起日，为着拄仔所报告、所关心的代志，咱开声开出来祈祷，也是咱本身的需要。教会虽然三个当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阿罗，对你的话三个学习。特别阮即时也出阮祈祷的手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为着阮教会的需要，阮兄弟姊妹的需要，以阮整个一家所举行的一切，拢会当归因跟上帝。主，可以特别也为着阮备办，阮教会所敲吹下礼拜堂。我们当伫遐当心敬拜、学罗造就、训练、宣扬、引带，更较侪人来归应你。也为着新邦希望教会开拓事工，甲詹牧师正兄弟姊妹三个地的。对阮也为着出国出外，这兄弟姊妹们因伫国外已经诚做家庭，伫遐生活还是工作，伫遐所生活领受的一切，主可也特别看顾伫因，伫因的需要顶面领受你我大的祝福。施恩伫军中的生活，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伊，来领受上帝你我大的恩典，伫遐受造就训练，让诚做一个强猛的勇士，主可能你也甲伊三个地地。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主可能也成立圣手，夫妻帮赞，医治甲看顾，特别会当，互因伫心灵得到健全，伫信仰上。甲你中间有个亲密的关系，领着上帝你上顶上的好运，医治甲帮赞，伫遮个身躯病痛兄弟姊妹的需要。主，阮的上帝看你也特别，甲乌克兰、俄罗斯，伫这战争的中间，遮个百姓三个地地，阮拢一直祈求和平的当临到这地方，互世界无过有遮个战争的困扰，诚侪阮人类的悲哀。主，可以特别使阮人民帮赞，可以圣神充满伫即地区，也可以你互和平真正临到。伫即段疫情还阁咧继续的时间，保守阮身躯得到健康，得到你的看顾。特别伫即段疫情的顶面，这感染者的身躯，主可以也特别从你的圣手扶持帮赞，坚定甲照顾。会能当紧紧来行过这段疫情所对应内在外在这一切的苦难，主可以特别甲因三个地地。做阮大多的对象，阮所关心阮本身的代志，当阮伫遮对你所求讨的，阮完全献上。所以阮知爱伫你的旨中，伫遮来成全阮对你的求讨，成全阮对你所。伫遮期待一切，主可以特别，阮三个地地听阮的祈祷，阮伫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宋荣，新信诗394首，旧信诗513首。平息轿车陈牧师祝祷。请伊愿徛伫三个来领受上帝赐福。但愿你大家伫着主耶稣基督恩典，
天父上帝会大会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今天聚会到此，请默祷闭会，也请大家在殿乐后结束再离开。也愿弟兄回去能够实现上帝的话语。